He brought me in, oh, His love for me, oh, His love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Free at last, He has ransomed me, His grace runs deep.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 am chosen, not forsaken. I am who you say I am. You are for me, not against me. I am who you say I am. I am chosen, not forsaken. I am who you say I am. You are for me, not against me. I am who you say I am. I am who you say I am.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请赶快进来，后面比较晚的陆续进来，请坐。这时候我们要开始礼拜，我们先一起来敬拜。我们当称耶和华的名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在新年的一开始能够来到他当中，我们都是有福的儿女，对吗？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待会儿邀请弟兄姐妹将你的双手借给我们，早上一起来动一动，来敬拜我们的主哦。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接吻你的双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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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荣耀归于天父上帝，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准备好自己再一次跟上帝来亲近呢？我们邀请圣灵来到当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一年，有他丰丰富富的恩典，与每一天都有他的保守。我们一起来与他相遇。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然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然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是我尊贵，世界舍弃的，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已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愿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
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已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余生为你成为，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起来祷告，是的，主，赏赐在于你，收取也在于你。只有你，当我们是你的宝贝，你是永远爱我们的主。我们愿献上自己，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主你所赐的，一切恩典祝福都是从你而来。求你来使用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
起来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么寒冷的一个季节里面，能够赐给我这么好的天气，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你。你是万物的主，有永恒的应许，慈爱使我们的丰盛有余，能为主摆上。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也感谢主为我们的生活有预备，使我们在参与主的事工里面能够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能为主所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来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先一起念今天的金句，在利未记20章26节，我们一起念2次。好，预备来。你们要圣洁，归属于我，因为我是上主，是圣洁的。我把你们跟列国分开，要使你们做我的子民。利未记20章26节。再次，你们要圣洁，归属于我，因为我是上主，是圣洁的。我把你们跟列国分开，要使你们做我的子民。利未记20章26节。好，首先是本会的报告。1月份的小组聚会时间是1月12号，还有19号这2周，其余暂停。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再来，60周年的宗教改革之旅。好，第一梯次早鸟的优惠价延到1月22号截止，本来说是15号，现在延到1月22号。那说明书呢？说明书长这样。好，放在49号的1楼，欢迎大家来去索取。那因为呢，好，因为配合教会举办的宗教改革之旅，所以互助社有推出优惠的贷款。等一下我会来报告。好，再来宗教改革简史线上的课程有4堂课，1月20、2月3号。2月17、3月3号都是在礼拜一的晚上8点，欢迎来参加线上的课程，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什么发生的什么故事。好，再来要致赠每位弟兄姐妹春联，是每户1份。好，那等一下。我们这里外面也有，那49号的1楼也有，欢迎去领取到1月26号为止。那再来和会手册要定稿喽，请相关的长子同工在本主日在15点，就是3点以前到干事室确认手册的相关资料。在侍奉部的报告，志工队干部会议在今天下午1点于401教室召开。在装备部的报告，60周年全教会退休会，我们日期是在5月17、18，要去古坑翠华会馆举行。那这2天有安排很丰富的行程，好，如果已经开始可以报名了。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更多的行程细节，可以去1楼公布栏去看。然后报名请洽李梅干事，然后也可以顺便缴报名费。再来储蓄互助社报告，下个礼主日1月19下午1点，在49号2楼礼拜堂举行社员大会，欢迎储蓄互助社的社员参加。好，再来就是刚才说的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储蓄互助社提供了无息贷款专案。无息呢，就是救急唔免利息，借钱不用利息。好，那个贷款的专案，是
只有给宗教改革之旅，就是迦南教会举办的宗教改革之旅才是无息的哦，不是所有的贷款都是无息。好，我来报告一下，有4个专案。如果你要借12万，好，宗教改革的团费是15万多嘛，好，如果你要借12万，本金还12期，好，就是一起摊还1万。如果你借12万，你可以分18期来摊还；如果你要借15万，可以分12期来摊还；如果你要借15万，也可以分18期来摊还。这个机会很难得哦，因为互助社不收利息，所以有兴趣的兄姐请把握机会，然后请洽互助社的办公室。再来肢体的报告，阮阿胜弟兄蒙主恩召，他在1月18礼拜6的早上7点要举行入殓礼拜，在他的商宅，然后8点要举行追思礼拜，之后呢要到中立宾馆来火化，愿主安慰的灵与遗嘱同在。然后再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教会开放的时间来调整。我们主日开放到16点30，就是下午的4点半。那如果除了有教会事工需要之外呢，请兄姐配合开放的时间。好，再来我们要为1月份的寿星来庆生哦。然后请现在在场的1月份生日的寿星，请到台前上来。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不是1月份生日，你可以看第2页，周报的第2页。好，我们在场有没有1月份生日的寿星？请到前面来，我们要为你唱生日快乐歌，然后牧师要为你们祝祷。好，请来到台前。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还有没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哦，还有一位好。我们在周报上面第2页啊，我们有71位的会员弟兄姐妹，好，他们在这个月生日啊。那我们在今年开始会把每一天把大家的生日的那一天日期好放在上面，好，所以今天有一位寿星是凯恩长老，好，那他参加了第1场礼拜，今天是他60岁的生日啊。好，那还有很多我们在场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他一起来开心，为他们一起来庆生。好，那我邀请大家能够举起我们圣洁的手，好，来为台上这些寿星们，好，为他们举手来祝福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奉主的名祝福在台上台前，或是今天不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周报上面这有71位生日的弟兄和姐妹家人们，主，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祝福他们在生日的这一年当中，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特别在1月份一年的开始，让他们能够带着神的恩典和祝福来迈向前面的路程，让他们所做之事尽都亨通，一切顺利。也求你保守他们的家庭和身心灵都能够满有平安和喜乐，上帝的恩典同在，让他们在这年当中有一个属灵的成长和突破，让他们能够更加的爱神，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来紧紧跟随神，让他们生命能够来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举手在这里同心为弟兄姐妹生日的弟兄姐妹祝福，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拍手来恭喜他们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请回座。好，请问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江南教会的弟兄姐妹吗？没有。好，看起来是没有。好，下一页 ，OK。好，再来，我们要来看圣经在利未记20章22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你们要切实遵守我一切的法律和条例，
免得你们在我要领你们进去的那块迦南土地上遭受排斥。你们不可随从原先著名的风俗习惯。我要赶去这批异族人，好让你们进去。他们的坏习惯使我厌恶。我曾经应许把这块流奶与蜜的富饶土地赐给你们做产业，我要把它交给你们。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我把你们跟列国分开，所以你们必须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飞鸟走兽，不可吃不洁净的兽和鸟。我已经宣布了，他们是不洁净的，吃了会使你们不洁净。你们要圣洁，归属于我，因为我是上主，是圣洁的。我要你们跟列国分开，要使你们做我的子民。上，好，接下来要请陈柏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题目是在新年成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新历年和旧历年的当中，我们都可以每天说新年快乐，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新年快乐。好，那感谢主啊，在新的一年，新年新气象。好，那我们也看见，在过去一年是非常蒙福的一年。好，特别呢，在去年迦南教会呢的总共的收到的奉献有1873万1487万3983元哦。好，那这是在迦南教会的预算当中呢，好是1486万，好整，好，所以呢刚好超过多少钱？13983元哦，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拍手来感谢神，好，让我们能够顺利的达到2024年的奉献目标。如果我们有这个周报的 QR code， 你可以去扫，好，这后面有每一周，好，但是我们一年对这个 QR code 可以用1年，好，这个可以看到一整年所有的奉献记录啊，好，去年的你就要找去年周报就可以扫出来，好，那你可以看到呢，在特别是去年12月29号最后一个主日，好，那个主日收到的奉献呢将近50万哦，好，在前一周我们还差了50几万，好，但是在12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奉献好增加了50万，所以让我们能够一举突破1486万，好，那还真的是还多了1万块出来，所以感谢神啊！所以请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奉献让迦南更美好，你的奉献让迦南更美好。不要小看你1块2块1次2次的奉献，你每一次的奉献呢，在教会当中都是一个上帝恩典的记号。好，那当然我们今年的奉献目标呢，好是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准啊。好，我们今年奉献目标是1843万9940元，好，大概多了360万左右。好，那有没有信心呢？好，因为我们在疫情前都是这样子的奉献的水准，好，所以相信呢，这也不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诗篇23篇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在过去这个礼拜，我们这里有这个333的祷告会，讲到在财务上的蒙福，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是不是让神当我们的牧者。如果你相信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必不致缺乏。迦南教会的牧者是谁？是耶稣，太好了！不是只有陈牧师是牧者，不是只有过去历任的牧师是牧者，而是耶稣是教会的牧者，是永远的牧者。所以我们有神成为我们的牧者，迦南教会必不缺乏。阿们。而我们在利未今年开始，我们一起共读利未记。好，利未记是一个相当不容易读的经卷哦。好，但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当中，我们已经明白的看见主耶稣他已经完全取代了利未记。从希伯来书第7章我们知道，所以旧的条例已经成为软弱无能，没有用处。为什么耶稣能够取代呢？好，因为这3件事情，我们再来复习。耶稣基督成为什么？而第二，耶稣基督以自己当作祭物，所以怎么样？
不能被取代。第三，耶稣基督引领罪人如何能够亲近公义圣洁主。因为这3件事情，当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不用再按照利未记的标准来做。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读利未记？是因为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才明白知道说，原来这些应该要做的事情，谁帮我们做了？耶稣帮我们做了。应该要献的祭物，谁献上了？耶稣。应该要当的祭司，谁当了祭司了？耶稣。所以当我们在打开利未记，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是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所以利未记即便很难读，但是牧师希望能够用最简单、容易记得的方式。所以上礼拜讲到了3个关键字，第一个是什么？祭物。第二个呢？祭司。第三个呢？赦免。这是利未记的前半段很重要的3个关键字。你一定要有祭物，你一定要带奉献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才能够尊荣上帝。上帝并不是缺我们的奉献，上帝并不是缺乏任何的祭物。这些祭物，你看利未记这些，不管杀的是牛、是羊、是鸽子，有哪一只是上帝会捡起来吃、捡起来用？没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尊荣神。所以你要明白，你奉献到教会，不是教会需要你的钱，是要用你的奉献，用你的金钱来尊荣神。而这些祭物呢，要有祭司，要一群服侍的人，分别为圣人，能够把这些的奉献带到上帝的面前。而这些的程序都正确之后，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才能够跟上帝有和谐的关系。所以我们说称义，称义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啊。祭物、祭司、赦免。好，在上礼拜我们也用去年读的罗马书，祭物呢不仅是耶稣，我们就要当作活祭献给神，就是借着心意更新的变化。好，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都是活祭要献给神，我们都是活祭要怎样？借着心意更新的变化。而我们也都是祭司，祭司要刻苦己心。我们一起说一次：刻苦己心。好，谢谢。成为一个祭司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祭司要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付更多的代价，花更多的注意力在上帝的事上，而且还要去帮助这些信心软弱的人。还有赦免，赦免就是不可做工，要同得安息，同得安息。所以刚才牧师用去年迦南教会的例子，在这最后一个礼拜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去预测、去预料说，哇，这个礼拜的奉献还差了50万，怎么可能一个礼拜会收到50万的奉献？但是我们只能够做我们该尽的本分，还做该尽的本分，但是上帝就会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不是靠自己的功劳，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倚靠神。所以再一次回想去年初，去年几乎从1月一直到12月，哇，上半年这个所有牧师跟长老在开会的过程当中说，哇，迦南教会今年奉献会很惨。好，这我最常听到。迦南教会今年的去年的时候听到说，迦南教会的奉献可能会少300万，甚至接近400万。好，但是到下半年就可以看到，开始说可能差200万，然后到最后呢，12月的时候可能差100万，然后到第4周的时候差50万，就没有想到，到最后1周，上帝就补足了，让教会在去年奉献能够达成目标。虽然教会去年的开销也是很大，去年开销很大，还是赤字。但是让我们一个信心说，我们所设定的目标，上帝就会帮助我们达成。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当我们设定目标，神会帮助我们达成。当我们设定目标，神会帮我们达成。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说，我们去年目标如果设成1600万，好，可能这个目标就会更高。好，所以不用担心，今年我们直接把目标定在1800万。好，上帝会帮助我们来达成。阿们。利未记这3个关键字是上半段，而下半段从16章到27章呢，还有2个关键字叫做日常生活。好，请大家说一次，日常生活。好，这样没有很容易懂。
当你在读利未记的17到22章，它是在讲到说我们每一天日常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些日常中的事情呢，你要跟8到15章的祭司要结合起来，让你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跟祭司一起的日常。而这生活23到27章呢，讲到是我们365天当中，每一年每一月有特定的节期、特定的日子，你要去遵守，跟这些祭物要合而为一，所以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能够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所以利未记呢的上半段重点就是称义，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握手言好之后，下半段就是成圣要与神同行。好，所以看到这个图的下半段，就是如何的成圣来与神同行。所以今天牧师要分享的就是在新的一年我们开始，农历年好也即将要来到，我们如何在新的一年要称义跟神有好的关系，在新的这一年要如何成圣与神同行。好，所以再次回想到说，迦南教会真的跟上帝关系很好。迦南教会定了多少的奉献目标，上帝的帮助让我们能够达成。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很爱我们，这是称义。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很爱我们，我们还要成圣，如何的继续往前来行？这是迦南教会在今年的行事历啊，好，365天，我们每一次的合会都会发这个合会手册。好，这次会在1月26号来发手册。手册当中就会有这一张整年度的教会行事历，这些行事历都是来自于迦南教会很好的传统，就是我们会先做准备、做规划，并且能够把所有这些今年要做的事情，大家都协调，尽量不要去冲突，尽量不要去互相的重叠，而且能够集中火力。所以今年教会是60周年，我们有庆祝60周年很多的目标，这些目标都是我们要去与神同行的目标。透过60周年各样的活动，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带领。到明年初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帮助带领，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而且还能够靠主得胜有余。阿们。所以要牧师跟大家分享3件事情，在新的一年如何与神同行，从利未记来一起学习。第一个就是要明白称义之后要谨守神话语。好，请大家说一次，称义之后要谨守神话语。上帝的话语呢，是在西乃山颁布，那是在犹太历的2月，但是犹太历的1月呢，是他们逾越节，一年的开始。但是我们上礼拜有说，犹太人过的新年是在犹太历的几月？7月，这是犹太历的新年。但是他们在一年的开始，他们是用逾越节当作一年的开始，然后再来到了西乃山下，上帝颁布他们的话语，成为他们在不是只有1年的帮助，甚至是这一段路途要进入迦南地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读的经文20章22节，请你们要切实遵行我一切法律和条例，免得你们在我要领你们进去的那块迦南土地上遭受排斥。这里讲到几件事情，我们要去迦南美地，但是呢，在路上可能会遭受排斥。这个排斥呢，好，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在和本的翻译，或是台语翻译说，免得我把你们吐出来，好，吐出来。好，在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呢，好，这个半夜牧师娘突然跑起来到厕所去呕吐，然后他呕吐的很惨的，所以赶快去外面拿卫生纸，因为他不够用。可是当我出去拿卫生纸的时候，发现在另外一个我的儿子允琪，他也在外面呕吐，2个人同时在半夜呕吐。但是后来了解，他们都吃不一样的东西，不是食物引起呕吐，应该是感冒所引起的这个呕吐。但是呢，在呕吐当中，你可以发现那个呕吐是舒服还是不舒服？你会把你的胃酸都怎样吐出来？那个胃酸经过你的食道的时候，那整个喉咙都烧起来，很热，而且那个味道又很浓很呛。
这个呕吐就是因为可能里面有病毒、有病菌，好，没有办法存在你的体内，好，所以你透过吐，好，直接吐出来。吐出来之后就会怎样？就会比较舒服。你吐不出来的时候，你的整个肚子就是好，台语说在嘎棍哦，好，就是在翻搅，好，你就很不舒服。你知道吗？这个经节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就是上帝肚子里面那个很不舒服的那一块。上帝就要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吐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我们会成为教会当中那个让人很不舒服的那一块，就必须得你把你怎么样吐出来。在今年开始，教会有一个目标，就是透过写灵修笔记啊。好，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好，你已经开始有在写灵修笔记的，可以举手让牧师看一下吗？有在写灵修笔记的，好，1、2、3、4、5、6、7、8、9、10、11，好，谢谢。好，昨天在青年礼拜问有4个，好，刚才在台语礼拜问大概有30几个啊。好，台语礼拜的这些长辈们啊，他们还是比较积极啊，比较认真啊。好，那我们也有10几个也不错。好，大家要加油 ，OK？ 跟你旁边说，我们要一起加油写灵修笔记，我们要一起加油写灵修笔记。请你再拿出你的周报，打开第4页。好，第4页，这里有5件事情。好，这个不是含今天啊，所以明天礼拜1开始，好，请你好能够花15分钟的时间做这5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读经文，有没有看到？第2个大声来说，挑经句。第3、第4、第5，今日必。这5件事情，就是要学习切实遵行上帝一切的法律和条例。我知道读利未记很难读，因为牧师也在读，好，知道这个利未记好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上帝有说是一切的法律和条例，你的圣经里面，除非你的圣经没有利未记这一卷书，上帝给我们的圣经既然有这一卷书，就是要我们学习的书，我们就要把它读出来，就要把你的金句写下来，把你的感受写下来，而且要切实遵行。透过最后第4、第5件，今日事和今日必，让你能够经历上帝的带领，让你能够去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这个操练，小小的操练，不要小看。你能够得到祝福，但是你有可能被上帝吐出去，遭受排斥，因为你并不明白上帝的话，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谨守神话语。好，请这个牧师说一次，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谨守神话语。就是从灵修笔记来开始。为什么上帝说迦南地要把我们吐出去？因为迦南地不是坐飞机旅行社有导游带你进去这么轻松，不是去日本，不是去赏雪，不是去购物团那么简单。去迦南地要面对的是迦南7族，是迦南地的巨人。迦南7族，这7族呢，7个名字都有它所代表的意思。赫人，它代表原文意思是忧虑不安，代表是害怕。亚摩利人意思是说话反对，代表是消极的思想。比利洗人意思是没有城墙的城，代表是一个没有节制、没有自制的心。迦南它所衍生出来的意义，是因为做生意买卖而堕落，代表着世界的引诱。革勒撒人代表的是朝圣者在朝圣的途中掉头，没有达到终点就离开，代表是冷淡退后。西魏人代表的是赋予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虚空的生命。第7个耶布斯人代表是践踏或是被践踏，代表你的灵魂遭受撒旦的控告和控诉。在红色的这7件事情，好，邀请大家来说，迦南7族代表什么？害怕、消极、没有节制、世界诱惑、冷淡退后、虚空生命、灵魂被控诉。你的人生当中，你都不用去做任何事情，这一些问题自己会来找你。这些害怕的事情、消极的事情、纵欲的事情、自己诱惑的事情，都自己会来附着在你的生命当中。就算你不去找他，他也会来找你。
但是你需要有上帝的话，能够谨守、切实遵行神的法律和律例，你才能够胜过这些的巨人，从你的心中来除掉。所以我们要在称义之后谨守神的话，灵修笔记可以打败我们心中的巨人。好，跟你旁边的说，灵修笔记可以打败我们心中的巨人。灵修笔记可以打败我们心中的巨人。即便这些巨人在如何的作乱，如何的在1年当中破坏你的计划，破坏你的目标，破坏你所定下来这些美好的理想，但是透过每一天灵修的笔记，写神的话，能够打败战胜心中的巨人。阿们。因为上帝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第二个，称义之后要分别而为圣，请大家说一次，称义之后要分别而为圣。这些分别为圣都是利未人，利未人是属灵的长子。利未人本来12支派当中有一个长子，但是这个长子呢，玷污了他父亲的床，好，所以做了淫乱的事情，所以这个长子就被拿掉。老二、老三，去杀人放火。老四，好，所以这个长子呢，属灵长子就来到了老三，好，利未的身上，到利未的身上。所以上帝选了利未人，而且利未人当中又从亚伦的后代成为祭司的家族，也都是利未人。利未人他们就是要分别为圣。我们来读刚才读的23节，好，请。你们不可随从原先著名的风俗习惯，我要赶走这批异族人，好让你们进去。他们的坏习惯使我厌恶。这些原先著名就是迦南七族，迦南七族他们从世界各地带来的偶像、异端文化、价值观，会破坏他们在这个迦南地生活的人的标准。所以上帝说，你如果不去影响他们，就是被他们影响。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你不管事，你就管不了事。你的人生没有做好计划，做管家，你就是永远被管的份。你要怎么带人，你就要你要人怎么带你，你就要怎么带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所以你必须要拿出你的态度，必须要做出你的作为来。而进入迦南地，你不能够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你必须要出淤泥而不染。然后呢，下一句，濯清涟而不妖，这是我们国中学的课文啊，我把它写出来，好，叫做《爱莲说》，宋朝的周敦颐，好，他写的这首《爱莲说》。好，这首诗呢，好，写得太好了，我也很喜欢。好，所以呢，我要带大家来读：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亦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好，如果这个要读唐诗跟宋词啊，用台语来念会比较贴近原文。我们用北京话来念啊，是比较没有办法贴近原文。好，不过没有办法，好，台语我也念不出来。在这一段里面呢，好，爱莲说他在讲到了世人最爱什么花？牡丹花。牡丹花象征富贵，这是世俗的标准，就是他们想要追求财富、追求名利，吃得圆圆胖胖，像牡丹花花开富贵一样，这是世人的标准。今天也是，但是能够愿意像菊花，花之隐逸者，或是能够像莲花，花之均值者，甚少。
好，但你愿意躲到山上，好，不与世俗沾染污秽的很少，像菊花；你愿意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更少。但是古人1000年前的宋词，他们就发现，为什么莲花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为什么？科学家去研究莲花它的构造呢，有一个叫做自洁效应啊。好，请跟牧师说一次。自动清洁的效应，好，这个超棒的，我也好想要有这样自动清洁，这样我就不用洗澡了耶，好，我就不用刷牙了耶，我就不用再去整理自己的身体，自动清洁。所有的生物设计当中，就是上帝给莲花有一个自洁效应。我的这个岳父家，好，在嘉义老家也有种莲花，那个莲花池多脏啊！好，你所有里面有养鱼，然后那个鱼在里面，很多的这个东西呢，腐烂的东西都在里面。好，可是那个莲花每次一长出来，早上它会长出来，而且太阳出来它就开始开花。开花之后，那个水是怎么脏？可是那花就是颜色非常的干净，而且它从粉红色、粉色、白色、蓝色、紫色、黄色，自己会变色，哦，真的是很神奇，很神奇。科学家去研究自洁效应，是因为莲花它的花瓣跟它的花叶有奈米的结构。好，现在科学家找到的奈米，好，10的负7次方。他发现这个奈米的结构呢，让它能够得到它要得到的空气、水分和养分，可是呢，外面的东西却进不去，也不能够附着在上面。所以现在的这个科技布料，好像那防水啊、排汗啊、Gore-Tex 啊，好，就是用这种奈米的分子好结构的方式，让那个东西水不会渗透过去，好，那个污水泼上去，好，现在我们还有那个什么汽车玻璃的抗污除油什么剂啊。喷一喷，好，那个污水污泥都不会附着在上面，好，所以你做那个汽车美容，好，要上什么镀膜啦、黄金镀膜啦、什么金刚什么膜的一堆，好，你这个车子开出去1个月不用洗车，我也曾经做过，还真的很厉害，3个月都不用洗车，好，但是镀一次膜呢，可能要花几千到几万块都要，可是它有一个自洁效应哦。同样的，基督徒也有一个自洁效应，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自洁效应就是读上帝的话。当你读了上帝的话，上帝就会让你出淤泥而怎样，濯清涟而怎样。好，就是你非常穷的时候、贫困的时候，你不会穷到想要去偷人家的东西，去骗人家做诈骗集团，不会出淤泥而不染。但是，就算你基督徒很有钱，有钱到钱没地方花的时候，你也不会妖艳，你也不会挥霍，你也不会走路这个鼻孔长在头顶上，好，然后什么眼看人低这样子，你不会最后穷的只剩下钱，不会，因为你心中有一把尺，这把尺叫做什么？圣经，你知道上帝的标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自洁效应呢，好，所以跟你旁边说，读神的话，让我们有自洁效应。一天不读，这个还不是我说的，这个士大夫3日不读书，然后怎样？你几天没有读圣经？那个面目不是可憎而已，叫做面目全非哦，好，面目全非。3天不读书，这个是古代的人，好，他们都会发现说，不读书，你这个脸色看起来就是一副不读书的脸，爱钱的脸。可是你不读圣经，好，那个真的是面目全非，没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要能够读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分别而为圣，好，要有自洁的效应。第3个。在称义之后，要承接迦南地，请大家说一次：称义之后要承接迦南地。迦南地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学习这一切的话。当时的利未记很重要，如果他们不是靠利未记，他们没有办法过旷野的生活，他们没有办法活38年，在旷野流浪了38年，第40年才进入迦南地。
进入迦南地，上帝早就在利未记告诉他们的。好，我们读了22节、23节，我们现在来读24节。请，我曾经应许把这块流奶与蜜的富饶土地赐给你们做产业，我要把它交给你们。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我把你们跟列国分开。在这里，上帝讲到他的应许，就是要让我们得地为业，得流奶与蜜之地。你已经有，我有问过，不用再问了。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已经有继承土地哦。好，那我上次也有说，你有继承土地的人，好，你要看重这个土地，不要说哦，现在地很值钱，把它卖掉拿去盖大楼。这些地好是上帝所赏赐的，你可以给这个地有更，除了把它卖给财团，把它卖给建商，你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好，我是没有继承土地，好，但是我爸呢，他最近我有讲过，他去买了一块农地，好1分的农地。他在这个农地呢，上礼拜我有回家，好，所以我去看他的农地，他已经挂了一个招牌，好，没有很大，好，也不过这个1张 A3 这么大吧，好，大概这么大，还是再大一点。上面写了4个字：迦南美地，然后就挂在电线杆上面，电线杆上面，好，他就把它取名叫迦南美地。好，所以呢，下次有机会带我们迦南教会弟兄姐妹去看看。他在这块地上面呢，好，他种了芭乐，种了木瓜，好，种了这个树，好，种了无花果，他种，后面还挖了一个池子啊。好，他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他现在已经85岁，但他每一天呢还花很多时间，好，去那边挖呀挖，好，动呀动，好，因为这是他的心愿。好，我知道我们志香长老在虎头山有一块地，什么时候可以开放？随时开放啊！好，随时开放。好，就在驿站的旁边啊。好，下次你也可以挂一块迦南美地啊，好，让弟兄姐妹去参观啊。好，他现在正在整理当中啊，整理好的时候，好就可以准备开放。好，更大一块，好，更大一块。称义之后要得地为业，上帝要给我们承接的迦南应许地。而进入迦南应许地，如果没有读神的话，是会被上帝从嘴巴里面吐出去的。进入迦南地，如果没有分别而为圣，是会受排斥的。你会跟迦南族的七族这些巨人是同流合污啊。这个是12个探子，每一个支派派出一个探子，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以前，他们去窥探那个地，去收集情报。12个人去窥探那个地几天？40天。40天，他们把迦南地走了一大圈，好，跑了回来。知道这里有什么族、什么族、什么族、什么族，然后这些族哇，对他印象深刻。回来之后呢，约书亚跟迦勒说：“太好了，这个地，上帝所赐的地，我们要赶快去，我们要赶快得到，因为那个葡萄是要2个人一串葡萄，要2个人扛才扛得起来。现在哪有葡萄是2个人扛的要扛的葡萄？但是圣经中的迦南地，连那个葡萄都是要2个人扛抬才扛得起来。可是呢，另外10个人说，绝对不可以去那个地方的人呢，长得又高又大。我们去到那边，我们变成蚱蜢一样，我们变成是蚱蜢，所以我们去呢会被他们踩死啊，会被他们践踏。不要去，而且还回过头来怂恿所有的人，好，回过头来怪摩西，在摩西面前哭啊、哀啊，然后叫啊，你为什么要害我们？为什么要害我们？如果他们当时候是用民主制度、用投票的话，大家会不会去迦南地？一辈子都去不了，好，因为一投出来的结果10比2，10个支派不去，2个支派愿意去，好，10比2输了。上个礼拜立法院61比52，好，宪诉法，好，就是也是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什么复议，好，谢谢，好，复议案，好，这个没有通过，好，没有通过，票多的赢，票少的输。但是在上帝的迦南地，上帝的国度不是这样。如果真的用投票，你圣经到利未记，就民数记就结束了，后面这些故事通通都读不到了。
但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不是用人来投票的。跟你旁边说，上帝要做的事情不是人来投票的。上帝要做的事情不是人来投票的，而是你不去找上，不跟上帝走，不与神同行，上帝另外会找人愿意与他同行的来同行。所以约书亚和迦勒他们有不一样的心智，他们在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时候，但是他们认为可能。刚才我说12:2，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总共200万人，只有3个人相信他们可以进去。这3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但是最后进去迦南地的只有2个人，摩西死了没有进去，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你可以看到，这是200多万比2的信心呢，等于一个人的信心要面对100万人以上。100万多万人反对你，但是你相信这是上帝的话，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勇往直前了。所以这3件事情是利未记给我们学习的功课。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如何与主来同行？好，牧师很 nice， 好，帮你们复习，打在上面，我们一起来念一次。第一个，称义以后要切实遵行上帝的话。称义以后要分别成为我怎么贴错？这是台语的。好，要分别而为圣。好，分别而为圣。周报上面是对的。第3，称义以后要承接迦南地。好，要承接迦南美地。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还有应许啊。而很重要就是每一天让上帝的话来带领我们，好，不要3天以上不读圣经，好，而且就算你可能书读得少，字认识的不多，没有关系，我们的小组长或是我们教会的同工群组上面都有每日新眼光读经，早上6:01，好，现在都更厉害，6点就开始 po 了，你只要点下去就有专人用很温柔的声音，好，读圣经给你听，或是有牧师用台语读台语的圣经给你听，还会把那天的新眼光好读完，加起来不多7分钟8分钟，你剩下7分钟8分钟，你可以拿出你的周报，好好的写今日事，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帮助，能够今日必啊。在新的一年要与神同行，好，所以我们要必须明白上帝的标准。后面这个经文后面说，必须要分辨洁净不洁净。你要有智慧，这一年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要很清楚明白。26节说，我们一起来读26节：你们要圣洁，归属于我，因为我是上主，是圣洁的。我把你们跟列国分开，要使你们做我的子民。所以上帝让我们要成圣，因为若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我们若带着污秽，我们如果没有用上帝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是看不见上帝的作为。诗篇119篇说，少年人当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就是要遵守你的话。所以上帝的话能够洁净我们的心，能够洁净我们的行为。彼得前书2章9节，好，邀请大家一起来念。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在这个礼拜当中，牧师有去台南参加研习，去参观了台南神学院，然后也去这个安平古堡，好，热兰遮城，好，今年还是台南建成400年，不仅是台南建成400年，也是台湾史的满400年啊。我们说台湾400年，台湾400年，从哪一年开始？1624年几月几号？8月1号。好，这个日期请大家说一次：1624年8月1号。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这礼拜去台南上课，我才知道，原来1624年的8月1号，是这个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好，他们是荷兰，所以这个公司其实他们这个比很多国家还有钱。他们带了一票的做生意买卖的人，船上还有牧师，好，这些牧师不是天主教的，是基督教的新教的牧师。他们航行了大半年的时间，好，然后从这个非洲南非，好，去了这个印度，又来到了菲律宾，后来来到了这个台湾。他们听到台湾住在安平那个地方的人说，那个地方叫做大园，好，大小的大，园林的园，好，台语怎么说？台湾，好，台湾，好，所以这就是他们听到了台湾，好，台湾。然后呢，在那一天他们登陆上岸之前，船上的牧师带领了大家做了一个祷告，所以那一天就成为台湾400年历史记载的开始。这在很多的这个你去读成大历史系也好，都还没有这样的资料，但是在教会里面可以找到这样的资料，可以找到资料。所以你去问很多读历史的学者，台湾400年是哪一年？他们告诉你1624年。他会问你是哪一，你问他是哪一月，他回答不出来。你问他是哪一天，如果他说是8月1号，他也说不出来。我现在讲的这一段的故事，好，这是神学院的历史教授，好，他去做的功课，好，所找到的资料。而这台湾的400年来的历史呢，经历了9个政权。好，9个政权。我们如果上次有去那个淡水，好，那个59周年的时候，你有去红毛城，你就看到台湾有9个旗子。这9个旗子呢，好，从荷兰、西班牙，好，然后明朝、清朝、郑成功，好，然后英国、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好，都有管过台湾。现在最后一个旗子是中华民国，不晓得还会不会有第10个旗子，不知道。但是400年来9个政权，好，在说他们宣称拥有这个土地的主权，在掌管这个土地啊。这400年的历史，好，其实有2个阶段，一个是400年前从荷兰来的新教徒，好，他们是清教徒，也是新教徒，他们把福音第一次带到台湾。还有呢，160年前，今年也就是满160年前，就是从英国伯明翰来的马雅各医师，他呢是第一个好，这个基督教会好，又把福音带来台湾，开始了台湾宣教160年，所以今年的5月就是满160年了。这整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不论是160年也好，或是400年也好。上帝做了很奇妙的事情，而这400年呢，让我联想到当初亚伯拉罕，好，为了埋葬他的老婆，好，这个撒拉，然后呢，跟赫人，好，用400块银子买了那个麦比拉洞，好，迦南地，那是一大块的地，他就得到了那个迦南地的那个主权、继承权，好，所有权，但是因为遇到饥荒，他的孙子雅各去到了埃及，在埃及住了430年，所以430年才有刚才的约书亚、迦勒重新回来。430年来，那个迦南地已经住了7族的人，把各样的偶像异端都带来，所以他们是回到迦南地，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在那个地方要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而现在也是台湾一个400年的时刻，上帝早就在400年前都还没有人记载台湾历史的时候，上帝已经开创了第一次。现在400年又到了，好，在160年前，好，一批的宣教士来，上帝要继续使这个地方成为一个 Promised Land， 好，是一个应许之地。好，热兰遮就是荷兰文，就是海跟陆的意思。好，就是所有这个岛是一个又有海又有陆的岛，这是一个上帝给予的祝福。所以我们期待，好，我们的下一代要继续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所以在400年前，这些信心者，好，他们的祷告，即便他们不是台湾人，可是他们为这块土地祷告，所以400年来的每一天，这个土地都有上帝的应许，都有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同在。
同样，我们这一次迦南教会60周年，我们要去德国，马丁路德，这是几百年前，518年前。因为518年前，有马丁路德，他勇敢的站出来，他好像那12个探子一样，根本其实不只有马丁路德，那时候还有慈运里，在他之前几十年还有约翰胡斯，这是我们在上这个宗教改革简史的时候会提到这些人物。马丁路德他是号召的，但是在他前面的60年前，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都有人在做宗教改革。但是约翰胡斯他是被火烧死。你今天去捷克的话，你也可以看到约翰胡斯的雕像在布拉格的广场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物，他们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因为上帝的话使他们把自己当作活祭，像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他们能够带领百姓出黑暗进入光明。否则那个教会已经黑暗了数百年，那个教会已经堕落了数百年，没有人出来发声，没有人出来说他们不对，他们只是继续的盲目的瞎挺，继续的支持德国皇帝卖赎罪券来盖更大的教堂，盖更大的教堂收更多的奉献，表面盖教堂，后面盖自己的皇宫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今天台湾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形，但是因为神的话与这一些有信心的人同在，以至于他们相信，因为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义，唯独圣经才能够让我们有自洁效应，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你能够被上帝所拣选，你能够像耶稣一样成为那位祭司来服侍神。所以教会不是人的教会，教会是我们，我们是教会。我们说一次，教会是我们，我们是教会。迦南教会不是中华路49号，不是中华路33号，我就是迦南教会，迦南教会就是我。好，跟我说一次，我就是迦南教会，迦南教会就是我。好，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不行，所以必须是我们。好，所以跟你旁边的人看到人说，我们就是迦南，迦南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迦南，迦南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迦南，其他的桃园、洪恩、中山、嘉光，每个教会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人人皆祭司。上帝拣选我们都是要来服侍，不是被服侍。祭司就是要刻苦己心，祭司就是要来服侍人，祭司就是要看见在上帝的家中的需要，他愿意主动的摆上。祭司绝对不是穿着干干净净，帮我把鞋子擦一擦。祭司绝对不是说，来去帮我拿一张卫生纸，去帮我拿一双筷子，这都不是祭司。耶稣怎么样成为一个大祭司？没有人要他上十字架，他为了世人的罪愿意上这十字架，他为众人成为仆人，成为众人的祭司。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好，要因信称义，唯独圣经，信徒皆祭司。好，这3件事情我们来说一次：因信称义，唯独圣经，信徒皆祭司。上礼拜我们说，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称义，跟上帝有和谐美好的关系。我们用了罗马书第3章读过的圣经。这礼拜我们在新年成圣，这也是罗马书第6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结出果子，以至于成圣。那结局就是永生。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称义到永生的当中，有一条路叫做成圣的道路。称义就是你得救了，但是你得救不代表你能够到永生。你有可能是那个朝圣者，半途而返。刚才那个迦南7族，那个名字，
朝圣者半途而返，叫做革迦撒人。革迦撒就是他已经称义了，想要亲近神，可是最后半途而返。那他有没有进入迦南地？他就没有进入迦南地。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今生是为了换永生，今年是换永远的新年，新天新地。你的每一天都是堆积财宝在天上，但是你每一天就这样子与世俗同流合污，与世界追求一样的目标和价值，每一天过着都是跟属世的人一样的生活，你的人生是没有办法成圣的，因为你没有分别出来，你没有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能够被神所用。而我们是要能够成为圣洁器皿，被神所用，我们必须要走朝圣者的路，要分别出来，要能够洁净自己的行为。所以透过灵修笔记和共读，透过祷告会，让我们能够谨守神的话。透过今年的目标，我们有60位洗礼，有60位小组长，我们要鼓励他们分别出来，我们要鼓励自己愿意被分别出来。如果我们还没有洗礼，当你洗礼的那一天，就是一个被分别出来，从属世的变成属灵的。当你成为小组长的那一天，你也被分别出来，从一个信徒变成一个门徒。当你开始把自己分别出来，你会走一个成圣的道路。而我们要上帝带领我们进入流奶与蜜应许之地，至少这3件事情都值得我们来期待。好，不论我们是去德国，或是参加环台，或是参加5月份全教会的退休会，我们要带着信心的眼光，看见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而不要像是另外那10个探子害怕的眼光。哎呦，又要花钱，哎呦，好远哦，坐车很久哎，飞机很久哎。好，这些都是迦南七族的思想，是消极的思想、负面的思想、害怕的思想，而是要拿出信心来与神同行。好，跟你旁边说，我们要拿出信心来与神同行。我们要拿出信心来与神同行。这礼拜我们有小组，好，你可以在小组当中分享一件你人生当中与神同行最持久的经历，或是分享在迦南教会60周年各样系列活动，你个人最期待的哪一件事情？还有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带出来的万民皆祭司，这些祭司到了荷兰，这些荷兰到了台湾大园，到了台湾，好，到了400年后的现在，都继续在连锁反映万民皆祭司。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是顾客，不是被人服侍，我们要学习做祭司，来教会要服侍。好，所以对自己说，我来到教会，我是祭司，我要服侍神，我要服侍神。好，我要来到教会，要成为祭司，要服侍人。所以当你看到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上帝的需要，我们都要像是耶稣基督的祭司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相信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所说的，神要使我们全然成圣，无可指摘。上帝要让我们成圣的生命是无通嫌，不需要别人教你做什么，或是别人叫你做什么，因为你已经读了神的话，你明白，你知道神要做的事情，你就全力的摆上，全力的以赴。而我们要思想利未记第10章，利未记第10章是亚伦当祭司的第一天，当大祭司的第一天，他带着他的2个大儿子、2儿子一起做祭司。但是那2个儿子在当祭司的第一天，没有把上帝的话听清楚。摩西有说要用上帝所用的火来献祭，结果他们用了凡火、普通的火来献祭。结果当天献的祭物呢，不是那些的牛、那些的羊，献的是亚伦的2个儿子。听清楚哦，各位做爸爸、做妈妈的，
如果你为你的孩子祷告，你没有好好的为你的孩子祷告，你用了反火，你用了错误的上帝的话语，没有遵照上帝的话，你的孩子会白白丧命。亚伦的那2个儿子那一天就被火烧死，亚伦不能哭，他哭他也死。好，你去读利未记第10章，亚伦后来没有哭，他忍住他心中的难过，他的老3老4起来接着做，他们不能再犯错，要战战兢兢来服侍神。利未记第10章第10节告诉我们如何用神的话分辨圣与俗、洁与不洁。你要教导你的孩子来遵守，你不要想说我有洗礼，我的孩子有洗礼可以了，安啊，没问题啊，天堂见了。真的吗？真的就这样子吗？你以为你在这边努力，你的孩子不用努力，这样就可以去见耶稣，就可以安然见主吗？那一些祭司在做什么？那些传福音人在做什么？那些迦南教会历世历代的长老、牧师、执事，他们在做什么？教会要有下一代，下一代就是从你开始。你怎么样去鼓励你的下一代，让他们看重他们有祭司的职分呢？我们一起来宣告利未记20章26节：我们是神在万民中所拣选，要一生与神同行。我把它改得比较简短一点，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也可以拣选在外面的人进来做礼拜，上帝也可以拣选在火车站，也可以拣选现在在露营区露营的人来做礼拜。但是上帝拣选你，拣选我，来到教会来敬拜，不是只有坐在这边。你要成为祭司，要起来服侍，你要起来承担圣职，你要起来为上帝的家而活，你要起来为上帝的国奔跑而努力。不要只有坐在这边做10年、做20年、做30年，你还是坐在这边，不是祭司。你要起来承接。让我们一起起立，从我们的座位上站起来，不要再做礼拜了，大家站起来。我们站起来祷告，站起来学习当一个祭司，说：主啊，我要来服侍你。在新的一年，我要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的生命，洁净我的灵魂，洁净我的家庭，洁净我的儿孙，洁净我的子女，让我的子女能够更爱你。在这一年当中，不是只有我爱你而已，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我的孙子，他们也一样火热来服侍你。即便有很多世界的诱惑，有很多世界的工作，有很多世界的考试在等待着他们，但是主啊，我要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分别自己为圣，让他们能够胜过世界，他们要表现得比在这世界上更好，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来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在新的一年，为我们个人的灵命，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家人，要分别为圣，要先成为馨香活祭，就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来跟随你。虽然每一天天气非常的寒冷，虽然外面的工作挑战非常的大，虽然外面的开销费用需非常的多，主啊，但是你是我们的供应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和我全家的牧者，我和我全家必不致缺乏。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感谢你，我们要用信心来跟随你。在新的这一年，我们要紧紧跟随你，走信心的道路。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使我尊贵。世界舍弃的，
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谢谢主耶稣，谢谢你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已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是否相信神要带领你在这一年蒙福？相信的就说阿们。阿门。你相信神要带领你蒙福，你必须要付代价来跟随神，你必须要走神所喜悦的道路，你必须要在这一年当中能够来跟随上帝的脚踪，让上帝能够带领你每一天用神的话成为你一天的祝福。愿上帝帮助你。我能给你什么？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我有什么？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什么不能为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赏赐在于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是的，父神，谢谢你在主日的早晨，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借着利未记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洁国度的子民。主啊，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在2025年的每一天都要来跟随你。即便天气再寒冷，即便工作再繁忙，即便每一天我们有许多的行事力，但是我们愿意分别自己为圣，在你的面前，用你的话语来炼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自洁，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论我们在富足或缺乏，或丰盛或有余，我们都能够得的秘诀，就是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们都能行。你要带领我们所进入的是一个流奶与蜜应许的迦南美地，让我们用信心看见，我们能够完成
环岛的活动，用信心的看见我们能够完成全教会退休会的活动，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看见我们能够完成到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的活动，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这是上帝你要给迦南教会60周年的生日礼物，生日的祝福，让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带着欢喜乐意的心来接受这样的礼物和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谨守神的话语，使你们能够分别而为圣，使你们能够进入承接那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么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我们今天就会到这边，好，在我们要离开以前，我们彼此祝福。我们将会还有这些的圣诞红，好，欢迎大家需要的人可以带回家。好，让我们也请帮忙要离开以前，帮忙把教会的椅子能够把它叠起来。愿神祝福大家，好平安。好，请同工帮忙播放音乐。